简单啊，大家唱只要我嗨呀、咿呀、我嗨呀8个字，其中又有3个字一模一样。如果你还是不会唱的话，原住民也没办法救你，懂吗？练习啊，很简单嘛。啊，啊呀那呀哦嗨呀，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嗨耶呀哦咿耶呀，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啊呜啊呀那呀哦嗨呀。 好听哎，好听！没有在书店唱过歌哦，很嗨哦，后面的有没有嗨？啊，我在书店唱过歌哎。妈妈等下打电话你去哪里？我刚刚在书店唱歌。要唱好不好？都要唱哦，要唱，不要放弃自己。要唱哦，好不好？来，大家一起唱石头歌。 要结束吗？